来看嘉义，伫今仔早起7点才宣布停班停课，风台嘛造成上千户失电哦。那么，请台语台伫嘉义的记者林伟霆来带咱来看嘉义目前上新的情形。是主播，目前记者人伫嘉义当朝，独属于风台来说，嘉义县市政府原本宣布28爱上班上课，但是因为风台的方向改变，所以在下7点左右才紧急宣布免上班上课。目前嘉义地区的风雨已经无再下遐尔大，下晡嘛无搁传出新的灾情。也若风雨的灾情，主要拢是大风，和一寡树仔倒去，搁有停电的状况。台电嘉义营业处统计有5000多户停电，主要拢伫异地东石地区。咱遮讲温啊拢停电了对啊。啊，水车即摆拢袂胖的对啊。水车拢袂胖，一台拢5块外烧而已拢烧。预期什么时候会恢复啊？现在好了，是就跟供电的是不是？现在开始。哎。哦，啊，其他的范围呢？其他范围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这边只是一个小范围而已。啊，其他又有我们别组的那个。台电出动100万名工地人员，50多台吊车出动抢修，暗算下晡会全面恢复供电。以上是记者林慧婷伫嘉义的连线报道。